会是从资金、员工，还有这个生产经营以及销售这4大面向，来这个提供给农民做服务。首先资金的部分呢，我们有优惠利率，那利率是非常低，在0.29%到1.43%。那我们新旧贷都有1年的这个利息的补贴，那几乎都是免息的一个情形。那我们也提供这个农业信用保证，那简化程序，还有这个延期付款的一些服务。那再来在生产经营的面向，那我们这个从农粮的这个我们复合肥料从明天开始，那每包就是补助20块。那另外呢，我们在做一些生产的调节，在这个整池消毒、那输养跟延后放养，还有种畜禽的淘汰以及专案的屠宰，然后来因应消费市场的变化。那另外呢，我们也透过补助集运费、加工费以及这个冻储费啊，然后来做这个加大这个调节的空间。那另外我们对于农业这个生产园区，还有这个给提供租金和管理费的这样的一个协助。那另外在员工薪资的部分呢，那只要是经营这个困难的事业，那我们呢都提供这样的员工薪资的补贴，那包含我们的花卉业、种苗业、那休闲农场等等。那另外呢，我们也解决这个渔船的人力的需求，那特别是一些外籍员工，因为他一些检疫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也都在近期做了这个处理。那再来最后一个是销售面，那我们就是来协助这个，因为现在的海空运的这个运费都非常的高，所以我们提供一些外销的协助。那另外呢，我们透过这个电子商务啊，然后来帮助农民来卖农产品。那此外呢，我们也有一些有提供给国军副食跟营养午餐等等的一些加菜的一个具体活动。那另外呢，我们也透过一些这个多元的这个通路呢，还有一些企业团购，然后来协助这个我们农渔民来贩售他们的农产品。